第二卷，在京都，第33章，麻袋之痛。花舫停在岸邊，正黃世子站在檐旁，微笑看着消失在夜色裏的那幾個人，懷裏抱着圓夢姑娘。圓夢好奇問道：范公子做什麼去了？世子點點他微涼的鼻尖，笑罵道：在我面前還要裝單純。圓夢甜甜一笑道：不論范公子去做什麼，但他也沒有避着你，倒是施理你姑娘，只怕還什麼都不知道。不避着我，說明他聰明。李宏成微笑道：我只是他拉來的一個擋箭牌而已，但如果要我心甘情願，就不能瞞着我。他忽然問道：你看范閒對施理你姑娘是個什麼看法？圓夢看樣子與世子特別熟稔，想了想後應道：這位范公子好像很喜歡你姑娘，只是想不到能忍得住這春宵不到，卻去做別的事情。他掩嘴而笑的模樣，與清官人的感覺完全不一樣。那你日後多與你來往，說不定范閒以後會常來聚仙居。李宏成皺了皺眉頭，是。圓夢像下屬一下答應下來，雖然有些好奇世子為什麼對范閒這麼感興趣。李宏成將手伸進他的衣襟，一把握住那團軟肉揉捏着，圓夢輕喚一聲，身子都險些軟了。你知道范閒是誰嗎？是戶部侍郎范建大人最痛愛的私生子。圓夢答話的聲音像小貓兒一樣，眼睛卻十分清亮。屬下明白了，爺是想拿住慶國的錢糧命脈。李宏成笑了笑，搖搖頭：我沒那個野心，只是單純較着范閒是個值得一交的朋友而已。這話有幾分實在，但也有些事情沒有說明白。李宏成知道范琳暗中聯姻的事情，所以他很清楚，那個叫范閒的年輕人，將來有可能會管理皇家背後那龐大的商業系統。如果二王只要與太子一爭高低，那銀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武器。郭寶坤今天在私會裏落了下風，心情非常不好，所以晚上去花天酒地了一番，這才稍稍舒緩了一下心情。一想到家裏那個老古板的父親，心情又變得不好了起來。正籌劃着明天該給太子弄些什麼好玩的東西進貢，卻發現轎子停了下來。他一時間沒有準備好，加上不知道為什麼頭有些昏沉，額頭撞到前面，撞得生痛，大怒罵道：你們這些混蛋，怎麼抬的轎子？沒有人回答他，轎外一片安靜。郭寶坤有些狼狽地從將要傾倒的轎子裏爬了出來，發現街道上一片安靜，正是回府前必經的牛欄街。圍着轎子的有3個蒙面的黑衣人，而郭府的轎夫和護衛都已經倒在了地上，不知生死。郭寶坤以為是遇着沿路搶劫的賊人，嚇得半死，
心想這京都治安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差勁？此囉嗦嗦喝問道：你們是什麼人？意欲何為？牛欄街一向安靜，尤其是入夜之後，基本上沒有什麼行人。郭寶坤也有些絕望，根本不指望高聲叫喊能喊來人救自己，所以聲音很低。有一個輕輕柔柔的聲音回答道：我是范閒，我想打你。郭寶坤愕然回首，卻發現一個麻袋迎面而來，套住了自己，所以沒有看見范閒那張可惡的笑臉。麻袋裏有幽幽清香，卻讓郭寶坤昏沉的腦袋清醒了許多。只是這樣一來，卻更加淒慘些，因為緊接着便是一通暴風驟雨般的痛臭，拳打腳踢，竟是毫不留情。范閒看着滕子京幾個人下手，心裏微較快意，他只是想讓別人知道，不要輕易嘗試來撩撥自己。另外還存了些別的念頭。郭寶坤堂堂尚書之子，何時曾經受過這等屈辱與痛苦？但他知道下手的是范閒，權貴子弟爭鬥，向來沒有下死手的可能，自忖不會送命，所以猶自放着狠話。姓范的小雜種，有種你就打死我！范閒聽到這話，怒上心頭，揮揮手，讓一直默不作聲隨着的滕子京幾人讓開，走了過去，蹲下身來，先是一頓痛臭，再對着那個不停滾動的麻袋輕聲說道：國兄，你知道下午為什麼我會寫那首詩嗎？范閒的力氣大，麻袋裏的郭寶坤早已經痛得說不出話來，嗚嗚哀鳴着。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回。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大江滾滾來。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。艱難苦恨繁霜鬢，老倒新停濁酒杯。你欺我兩次，我便要打的你哀悲多病，不如此，怎能讓我痛快？話音剛落，他一拳頭已經隔着麻袋狠狠地砸了郭寶坤的面門上，也不知道深夜之中，隔着布袋怎麼會如此精確的準頭，竟是狠狠命中了郭寶坤的鼻梁。郭寶坤只覺一陣痛麻酸癢直衝腦際，鮮血流淌，終於忍不住痛哭慘嚎起來，開口不停求饒。范閒看着地上不停扭動的麻袋，這才發現自己心狠手辣的一面，似乎慢慢要從這些年的掩飾裏掙脫出來了，又自不解恨地朝麻袋上踩了幾腳，才一揮手，領着身後那3位打手撤走，遁入夜色之中。真可謂是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郭公子恨不能不相逢。半天之後，郭寶坤才從麻袋裏轉了出來，身上青一塊紫一塊，看着身邊那些護衛轎夫還躺在地上，不由痛罵無數句，用腳將這些人踢了起來。這時候才知道原來手下是中了某種迷藥，但那可惡的范閒居然在麻袋裏放了解藥，打得自己痛不欲生。
護衛們捧着昏沉沉的腦袋，看見自家公子居然被人打成一個豬頭，嚇得半死，趕緊上前扶着，連轎子也不坐了，直接背回了國府。當天晚上國府鬧翻了天，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派人趕到了京都府，將狀紙直接遞給了吏部侍郎兼京都府尹梅執禮，痛訴昨夜慘劇，誓要將那些犯苦雜種治上重罪，更不能放過那個膽大包天，敢在京都當街行兇的范氏私生子。如果連他也治不了，這堂堂尚書的臉面往哪兒擱去？